大家好啊！嚟到睡前小鬼故嘅時間啦。今日咧感謝瘋子換咗我要聽鬼故。今日咧要同大家分享嘅故仔叫做後座嘅女人。呢一個咧係大學時期嘅朋友所分享嘅故仔嚟嘅。嗰個朋友咧喺成為咗社畜之後，就冇再參加新年參拜啦。不過舊年過年嗰陣，因為實在太無聊啦，咁佢就決定去神社走一轉。本來係希望全家一齊去嘅，不過爸爸媽媽喺度休息養病，而返咗鄉下嘅哥哥家姐都淨係想留返喺屋企 hea，咁於是呢，佢就自己一個去咗神社啦。由佢屋企去神社揸車去大約40分鐘度，都唔算太遠嘅。嗰個地方呢，佢都去過好幾次，而且又係自己熟悉嘅地區，咁所以沿路呢都好順利咁去到神社。不過等到參拜結束之後，參拜嘅人潮已經變到非常多。正當佢諗住返去嘅時候，發現啲人逼到超出預期，於是呢，佢就決定利用自己知道嘅幾條捷徑嚟縮短啲時間。當佢諗住喺大馬路轉入側邊嘅時候，突然聽到後面傳嚟警察嘅警笛聲。當時呢，佢完全冇諗過，原來係對住佢響嘅。咁所以呢，佢就繼續向前行。但係呢，嗰啲警笛聲越嚟越大聲，佢先意識到自己好似真係違規喎。但係佢諗返轉頭，自己都冇違反到任何交通規則，而且當時條路咁逼，都冇可能超速啊！喺完全唔明白嘅情況下，俾人截停咗，佢好唔耐煩咁問咗警察一句：到底做咩啊？而警察呢就答佢：你知唔知揸電單車載2個人係好危險噶？啱啱啊，你唔係載咗1個人咩？呢句莫名其妙嘅說話令佢呆咗。佢係自己一個嚟參拜噶喎，而揸嘅又係一架根本冇辦法載人嘅小型電單車。冇啊，我一直都係自己一個人揸噶。佢即刻否認，但警察就話唔係喎，我明明頭先見到你後面坐咗個着住大褸嘅女人噶喎。奇怪啦，連警察自己都開始露出疑惑嘅表情。當場2人都好清楚確認後座根本就冇人，亦都揾唔到嗰一個所謂嘅女性。最後呢，警察就認為因為係佢嘅體型比較大，令到佢誤會咗，以為佢係載咗2個人，之後向佢道歉呢，就俾佢離開啦。但係自從嗰日開始，啲怪事就接連咁發生。佢喺神社買返嚟嘅護身符同埋玉紮都莫名咁消失咗，破摩匙都喺牆上面跌落嚟，跌爛咗，而佢自己呢，都爭啲喺揸車嘅時候被車撞，或者喺職場上面俾啲器材砸落嚟砸親。不過呢，好彩都係有驚無險避開咗。呢一啲接連發生嘅麻煩嘢，令佢開始留意當時警察所講嘅嗰一句：你有載人喎。於是呢，佢就多次去咗神社請求進行驅魔儀式。可能因為佢已經嚟咗太多次啦，神主終於喺某次儀式入面主動問佢：你做咩啊？佢亦都冇隱瞞，就將嗰一日發生嘅嘢全部講晒出嚟。神主聽完之後就話：嗰個係路邊嘅靈體附咗喺你身上啫。呢句說話令佢成身都覺得起晒雞皮。
神主解釋就話，呢一種靈體會不時出現，揾一啲覺得舒服嘅人附喺佢身上，等到時間一到或者覺得無聊，佢哋就會自己離開噶啦。雖然唔係咩惡靈，但係既然你已經遇到咁多麻煩嘢，你都係接受驅邪比較好啲。後嚟神主都有主動咁照應佢。經過處理之後呢，佢而家嘅生活已經恢復返正常啦。嗰個警察當初所講嘅，你載住一個着住大褸嘅女人，或者並唔係錯覺都唔定喎。呢個呢，就係今日嘅分享啦，希望大家鍾意啦，完啦。